多摆会经过高雄蛤蟆省铁道园区煞予风吹线挂电箱，这个园区敢适合放风吹，引起社会关注。1.25条国防特别条例还无进度，总统表示，除了有可能予代理无一变卦，关键武器交会也会去签订。洪都拉斯新总统讲要甲台湾开放邦交，咱外交部强调会伫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推动台洪关系发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1中昼新闻，我是麦松莹。伫高雄蛤蟆省铁道文化园区内，接有民众来到这放风吹，文化局是来提醒这放风吹呢，千万袂使挖进这个路边。也毋过顶礼拜又搁发生这骑乌多摆的经过，毋过煞互这风吹线去挂着上的意外。也因为这铁道园区呢4颗链灯拢是车路，而且搁有轻铁经过，到底敢有适合放风吹，也引起社会讨论。高雄蛤蟆省铁道文化园区平日假日时，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行大放风吹。不过即马传出车北有民众骑乌多摆经过蛤蟆省铁道文化园区的时，规个人去过飞过路的风吹线漫过对面车道，加载无车经过，不止个下海颔棍大富翁拢挂着伤。有接来园区省的民众讲，虽然园区所在看有适合放风吹，不过也是爱管制。我觉得限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地方以外的话，就做可能罚钱吧，还是什么？我看他有告示说不要靠近这边放，但是如果有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会比较好一点。民众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因为2020年慢慢发生风吹线甲人挂着颔棍的代志，路北文化局就采故事，提醒民众放风吹袂使伤挖路边。不过假日时啊，人一坐满天的风吹乌白飞，园区边的树仔顶凊彩吹，都风吹掉伫咧遐。尤其附近阁有轻铁经过，若是风吹落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管，嘛会造成危险。对此国际公司表示，若是影响到轻铁，就会依法罚款。民众如果放风筝坠落或其他物品用具进入轨道影响轻轨运行，依照大众捷运法，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是罚锾。为加强用路人安全，本局在铁道园区周边均已设置警告牌，未来将加强保全人员的重点巡逻，劝导民众勿靠近周边道路放风筝，以避免风筝线伤人事件发生。文化局强调，已经有采购时提醒，未来也会派人加强巡视，避免风吹挂上民众的意外再发生。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伫台南的麻豆呢，最近是有真侪条电缆线，互人家偷进去。这贼仔是专工经一寡停办的大学校园来偷，就连这詹文市政园区嘛变做是因的目标。这犯案的至少已经10摆去啊！警方是接到通报去到现场，嫌犯现互伊当着。暗蒙蒙的大楼地下室，警察手提风声装备，等待时间，飞过去甲贼头掠起来。警方早就已经抓获嫌犯，一路约这两个专门偷电缆的嫌犯。台南市麻豆区小连续发生电缆防偷的案件，地点涵盖大寮的校园，佮有公部门设施，唔但造成设施损害，嘛影响周边供电甲公共安全。附近民众感觉有较含糊。是政府来遮，伊哪有可能知啦？啊对啊。哎呀，伊佮刚咧偷摕，伊管我拢想无，因咧台都没有电钱啊。查获红信、黄信2名窃嫌，现场查扣电缆线1批及作案工具等，全案依涉嫌窃盗罪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麻豆这间原首府大学退场了后的校园部分空间，正做台南第3行政中心使用。不过因为行政单位也无全面证据，敢若社会教育等局处证据，因遮的水电人员2月初9日巡的时，发现查埔宿舍供电使用的紧急电盘供应无正常，这阵电缆防偷的代志才撇开，而且嫌犯已经来偷9摆啊。我们昨天才刚通报，就2月10号那个窃子一大早大概7、8点的时候就被我们发现他又再次闯入，对，我们马上就是8点左右就随即通报警方，我们在内外都各个出口都已经布好那个阵线，对，然后当下就是准备好之后就进去攻坚了。这回警方透过大数据分析，先锁定一台科技的车，伫研判嫌犯的出来时阵，调集10几个警察伫遮等，落尾顺利抓着人，主嫌嘛互杀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张台南采访报道。
再来看这南投埔里清洁队呢，最近是有2车的粪扫被车去外观饲烧，不过煞风退回来，讲这呢是有验到辐射的量超过标准，内底是超到13块尿珠啊，这顶头硫177是超过标准的，有可能就是这病人呢伫病院咧做核子治疗了后所排出来，对民众是袂有健康的影响。迄安火警员摕侦测仪器伫粪扫堆来回一直扫，到一包红色粪扫袋仔前，响响竟是声大响。这一包超高的，这一包超高的。南投县埔里清洁队这个月初6甲初9运粪扫去外县市焚化厂，结果有2台车互厂方辐射门径检验器测到粪扫辐射超过标准。规台18吨粪扫体温倒来对包了后，伫蹲坑场甲粪扫拢倒出来，嘛无法度找，只好求助迄安火。礼拜5再回来之后，我们就先暂存在我们的堆置场这边。那礼拜1又一样有1台被退运，那和安会那边有看到，所以他们礼拜1的早上跟我联络说，他们下午会过来帮我们检测。迄安火警员检测发现辐射各样是13片用过的抓药珠啊，进一步分析是硫177血种，辐射值是每点钟10微西弗，超出正常环境背景值0.2微西弗几多倍，研判是病患伫病院做核子医学治疗了后产生的废弃物。那这个核种就是个核子医学的治疗病患。然后那些病人可能回家后，他产生的一些这个废弃物，也就是这个尿布，然后就被测到，它不会造成周围的民众的健康影响，所以它才可以当做这个合宜治疗的药物。迄安回讲，硫177有低能量、贝塔粒子加低半衰期的特性，主要用伫治疗神经内分泌瘤，也是转移性粒核酸癌。若是离超过1公尺，辐射值就会大幅度降低，对民众健康袂产生影响。埔里清洁队是按照迄安会建议，把这用过的抓药珠啊，放伫铁桶内隔离3个月，等辐射量比背景值较低了后，再搁运出去处理。记者采访报道。而在过年进前大饼扫伫高雄凤山呢，有里长是好意去请这环保局来设一个大型废弃物的这个清运点，结果呢，煞互人等一寡无这个乌白蛋的这个粪扫，而且呢，这现场粪扫是蹲甲亲像山共款，才拄清了，人随个摕来到遮等。环保局是表示讲，若准个乌白蛋，安尼就会来开罚单。不过这真的开车来是比较夸张一点。看到监视器画面，有人在规划车桶数来等，民众拢感觉真正伤寒。高雄凤山有里长好意协调环保局，伫里内设4大清运点，切便2天开放里面，甲饼厝内清出来大型废弃物等来遮。想要到山个凤山国中后门这大清运点，正做粪扫山，规路边已经去互粪扫蹲甲无快乐。你看那个都追到外面来了嘛，那对那个交通也会有影响啦。阿哥有臭味啊！以前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会丢厨余类垃圾在那边，除了造成恶臭以外，还会有细菌。他们昨天就来清理了，那一边清，没有人在这边顾着，他就开始丢了。民众讲外规的人甲粪扫载来遮等就算啦，明明是等大型废弃物，哪会连衫裤、红仔甲一般粪扫拢等来遮，真正无品。里长拜托环保局加派人力，70中昼总算是甲4大清运点的粪扫拢载完啦。提车袂使搁等的纸条啊，嘛打真侪张。不过附近民众发现，拄清山尔，粪扫又过来啊。我人可能较无公德心来是安尼搁等，即摆遐搁有人等伫遐吗？这后面可能我嘛是个麻烦里长，搁叫迄清洁队的。过来个再造啊！倘查获弃置废弃物者，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1200元至6000元罚款。环保局强调，开放等粪扫的时间已经结束，所有清运点拢会清好势，卖派人加强巡视。只要看到乱等粪扫，就会随罚。请民众爱有公德心，唔通甲家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便。记者郭家族顾朝阳高雄场报道。即马这台美的关税已经公定，双方呢是来针对台美贸易协定来进行最后阶段的议定。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昨是搁再出发去到美国，若准有完成签约，安尼就会甲全国报告，而且送互咱的国会来审议。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初10暗时出现伫咧桃园国际机场，坐7点外班机前往美国，也佮包括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杨定年也做伙去。行政院证实，咱的谈判团队即抓去美国，是要甲美国针对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来进行最后的会议，
确保双方伫正式签署进前，对产业供应链甲高科技伙伴关系达成最后共识。院长要谈一下，说这一趟去美国的目的，然后是有些地方还需要谈的吗？互记者问到去美国谈判细节，陈立军笑笑一手无加讲。行政院透过新闻稿指出，谈判团队的目标包含要维持产业国际竞争力，确保粮食安全，守护国民健康，也有确保台美高科技战略伙伴关系。行政院强调，若完成签署，就依照条约缔结法送去予国会审议，而且会送出今年1月中签署的台美投资 MOU， 确保程序透明，也受到国会监督。除了战略合作，实质的关税让利，佫较是一座焦点。经济部伫7日下晡特别邀请9大本土的车厂来召开关门会议。不过参与会议的业者，互人问到零关税冲击，全部拢讲统一由会长来说明。不好意思，来，等部长会统一让部长跟大家说明。因为传出台美关税协议的内容，美国制造的轿车甲汽车零组件关税会对原本分别是 17.5%， 也有 8.1% 至 15.8% 降到零关税。一旦若进口车落价，恐惊引发连锁效应，冲击本土的汽车产业。经济部长经明显是强调，也未定案。我们请智库帮我们推估了，大概影响大概是1%点多了。我们当然是用最极端的值来推估了，他们也期待就是说，越早确定越好。那如果都悬在那边的话，也会给消费者不同的期待。强调短期内影响无大，不过经济部嘛要编30亿来辅导厂商升级转型。另外，经济部嘛表示讲，目前台美的协议可能会规范美国汽车的定义，是爱伫咧美国制造，而且附加价值有35%以上。而且，佫会将轿车甲小货车来分开讨论，因应无同款的用途甲市场需求，这对其他国家并无适用。针对劳工的权益要安怎保障，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会尽力来变资源，降低影响。不过，有国民党的立委就批评，除了汽车零关税，恐惊佫会开放美国牛的假肉北来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是回应讲，谈判团队一向拢坚持维护国家的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甲确保粮食安全4大原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台南市消防局长李明峰呢，伫去年底是涉嫌贪污，互人家收押，即马专案侦查结束，检方是认定这李明峰和消防设备的厂商有合作，引导这本地要来关救护车的人改关其他的设备，而且事后呢，佮甲这厂商收后下是160万，所以叫贪污罪甲伊起诉。高压的幼水部喷的一连液体所引起的火源，压制火势。这是台南消防局首创的一个较为巷仔内面拍火的工具。因过民间所管的高压幼水部，做互廉政署甲检调单位查出，何前消防局长李明峰当作收乌西钱的工具。警方查出李明峰甲信阳的女子、4站的业者合作伫咧推销这款设备，引导要关救护车的民众改关这款设备。签约买了，由李明峰审核同意。使负责代理及销售的业者，从112年到113年7月底，得以贩售高压细水雾机组12组、邦普消防车8辆，获利新台币480万元。警方讲，信阳的女子本来是4站的消防业者因公司的业务，因为职务甲李明峰熟悉，两人看消防设备有庞大商机，就找4站的业者做伙成立新公司，甲民间要管的订单交予因公司来接，3个人拢有分到钱。业者因为担心其他业务若送审时阵会互消防局调，所以动机。警方查出4站的消防业者，自2023年9月到2024年8月，交付现金予李明峰甲信阳的女子。总共3遍，合起来李明峰甲信阳的女子拢摕到160万。相关案情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那是否遵从司法侦办结果？李明峰伫咧去年12月辞职了12天，逼出涉贪被搜查。台南地检署催告侦结，检方认为李明峰甲信阳的女子犯贪污罪，提起公诉。4站的消防设备业者涉嫌交付乌西钱部分是缓起诉2年，6个月内要纳付国库100万，并且参加法治教育。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大家讨论甲正热的电影《世纪血案》呢，是包括这制作公司无经过当事人授权，而且呢，这《世纪血案》嘛，甲演员甲工作人员拢隐瞒。有真侪演员呢，总是同齐来发表声明，强调会阻止这条电影呢以任何形式来放送。
电影《世纪血案》改编引起真侪争议，互林家血案这个台湾民主史上重大的政治暴力事件，搁再受到社会关注。电影改编无经过林家和相关人士授权，这位演员拢发表声明，讲受制作单位隐瞒参与摄影，因要求阻止电影制作甲放送等等。崔在暗电手机嘛接受华视的访问，伊是46年前头一位入去林家血案现场的当事人，也是当年林义雄省议会的秘书。伊讲出亲目睭看到的状况，嘛指出毋捌收到电影制作公司的联络。尊重你的创作自由，问题是你要去讲一个我亲眼看过的这么痛苦、沉重、悲伤的真实事件，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我们到底看到什么？那个痛是不会过去，我都尚且如此。林先生跟林太太，他们是如何过日子？陈秋瑾认为，台湾欠缺人权教育，真侪人的记忆和了解历史拢无共款。伊出来讲过去，嘛是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嘛呼吁大众莫对当事人甲家属造成二度伤害。掌握权势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跟后代，今天一样享受这个民主跟自然。当时被迫害追杀的人，没有人求感谢，只求说你不要再回头二度伤害，甚至于因为不了解而嘲笑看清这些人。陈秋瑾认为，伊甲代志讲出来，毋是为着政治冤仇，有人无认同嘛无要紧，毋过希望上无通了解当时发生啥物代志，透过无同角度了解为虾米社会对历史甲政治事件会有无同看法。按根据中央社报道是指出，制作人郭无成证实电影《世纪血案》的无限期延期。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伫花莲玉里呢，最近平日日暝都有一寡改装的乌托邦会出现伫台九线，安尼来来回回批车，吵甲人袂困伫，去到网络打文。目前这警方呢已经介入调查，也掌握到相关的起诉，是会依法来甲开发。花莲南区的玉里平常时是店正的装卡所在，不过最近半暝12点到1点，会出现几辆架改装过的汽车，伫台九线骑来骑去，噪音严重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其实这几年都不太发生了，就是偶尔而已。那天是比较多台车了，然后就是很大声，是被吵醒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这件案件了后，随甲发文的人联络，也调路口的监视器，掌握涉嫌改装机车的驾驶，真侪是19岁到24岁在地青年。到案了后，拢承认有改装因当讲，不过强调因只是出来唠唠的，并无驾车。后续发现所骑乘的机车有无号牌行驶及改装排气管等情形。所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1项第1款举发，并通报环保及监理单位办理检验。玉里的店长是表示，最近确实发现有一寡过年回来的青年，因会骑也是说有过因当讲的汽车、机车，半暝出来佚佗。公所已经请警方加强巡逻，违规改装的部分也要求环保局甲监理站等等单位依法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中华师范大学的正德路呢，是学生逐工上下课拢会经过的路。过去是因为无这设这人行道，所以直直拢有安全的风险。即马市公所呢是来规划设飘线型的人行道，不过短短50公尺的工程线已经连续流标6届，直直到最近才顺利发包施工。学校头前会当看到土土机路边嘛用三角笋围起来。中华市公所规划伫中华师范大学正德路设置标线型人行道，不过工程公开招标，头尾煞流标6届，即阵总算顺利发包。学生拢真期待人行道完成了后，会当有较安全的用路环境。上下学都蛮危险的，然后希望人行道好了之后会好很多。有时候那边停货车，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可能走到车道上，或者甚至快到双黄线那边。之前有那个地理系有帮忙做一个人行道的试验，那时候觉得就还蛮通畅的。中师大正德路过去因为无规划人行道，便若食饭时间上下课时，车阵甲人阵相拍甲真危险。2023年12月，中师大学生捌骑出来争取路权，中华市公所随后规划人行道改善工程，不过短短50公尺的路段煞6届流标。公所表示，可能是因为工程日巡较薄的缘故，加上施工地点离点头真近，影响投标意愿。后来调整工法，减少施工的时间，加强含
附近店头的沟通，总算伫去年底成功招标，目前等咧施工。我们发包6次吧，才有厂商投标。目前施工进度的话，我们有针对店家那一侧，就是侧沟上面的部分，然后占有物部分有清除，然后有一些障碍物的部分也打除。彰化市公所表示，进地路的标线型人行道拍算伫4月完工，另外学校附近的实践路嘛有规划240公尺的优先人行道，目前计划已经送予中央审查，也会继续和地方居民甲店头沟通，一步一步改善校园周边的用路安全。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带先来关心的，就是这慕尼黑安全会议呢，这礼拜就要来举办。今年这报告是真罕见，经过呢，即马世界已经进入破坏球政治的时代，而点名美国总统川普就是这关键的因素。而且这报告当中呢，嘛指出中国是来威胁印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对中政策也互人看无啥明。伫咧国际规模上大的安全年会慕尼黑安全会议13到15要伫德国慕尼黑起举。慕尼黑会议初稿宣布，今年的会议对和平甲解决冲突有特殊贡献的奖项，会颁发予乌克兰的人民。Persönlichkeit verleihen, sondern an das tapfere ukrainische Volk. Wir wollen mit dieser Auszeichnung genau das Augenmerk der internationalen Öffentlichkeit darauf richten, dass Russland zurzeit zwar so tut, als sei es verhandlungsbereit, gleichzeitig aber die ukrainische Zivilbevölkerung mit Terror überzieht. 今年预计有超过450位高级决策者，还佫有领袖参加，其中包括约50个国家元首，还佫有政府高层。美国今年是国务卿卢比欧带领，中国是外交部长王毅带领。俄战争到今已经伫要4冬进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佫亲身出席今年的会议，要争取佫较侪支持。Це Мюнхенська безпекова конференція. Україна братиме участь в її робот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сигнали України були почуті Європою, були почуті Америкою, всіма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主办单位伫咧初稿马上发布今年慕尼黑安全报告，而且以铁途中做主题，强调为二战了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当咧毁灭世界已经进入破坏球政治。现任美国总统 Trump 就是主要的破坏者，未输是铁途建筑工程当中上大粒的迄粒破坏球。Trump 第2任期包括对长期盟友扣关税，对乌克兰抵抗罗西亚提供无稳定的支持，甲散策国家的援助减台。还有今年初，美军伫咧委内瑞拉行动，还有 Trump 坚持要摕丹麦自主领土革命难的事件。报告佫警告，这种铁都式的政策可能会造成一个更较无安全、未繁华的世界。另外，报告嘛指出，过去这1冬以来，中国威胁印太区域稳定愈来愈严重。也那美国总统 Trump 对中国是半干中的态度，嘛互盟友的信心出现危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呢是选赢这届众议院的大选，有占超过2/3的席次。说落来，除了是爱赶紧来通过2020年的总预算，这高市也讲要甲自卫队写入去宪法内底，完成前首相安倍晋三做不了的代志。自民党、日本維新の会の与党で合計352という非常に大きな議席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重い責任の始まりです。身の引き締まる思いでございます。自民党甲高市早苗带着真旺气势，伫众议大选中单独抢下超过2/3的316席，加上日本卫生会36席，将压众议352席绝对优势。也所伫在野党对所有的高市以强态势提高警告。说落2月18日本会召开特别国会，除了进行非常知名选举，也会确立高市第2次内阁。说落都是上重要的。日本要赶伫4月新财政年度开始进行通过的，因为进行解散国会所推演的2026年政府总预算，甲各项财政新措施，高市也对外表示有一个真重要目標。国の理想の姿を物語るのは憲法です。この国の未来をしっかりと見据えながら、憲法改正に向けた挑戦も進めてまいります。未来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一人一人が絶えず挑戦を続けることで作り上げ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
日本的首相爱伫参众两院拢摕到2/3赞成，搁交付全面公投。公投有效票过半就当通过。虽然自民党摕到众议绝对主导权，也毋过伫参院248席中，自民党加卫生会的执政联盟只有120席，也毋过加上偏向支持首相的国民民主党加参政党，有可能超过2/3的底线。过去政治上安倍晋三也将修宪定为重要课题。2018年，安倍任内伫自民党大会上公布修宪草案，包括将自卫队入宪改变文化。也毋过，迄当时受到在野党的阻止，就连迄当时联合执政的国民党也持保留的态度，一直无达成。即马执政联盟中的日本卫生会修宪的立場，甚至比自民党强硬，加深在野忧虑。戦略3文書を前倒しで改定し、安全保障政策を抜本的に強化します。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伫2022年制定的安保3本件，也防败伫高市政府2026年底进行的重点要务，为了推动再军事化，像强化日本公司军事能力、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等，拢会是日本众议大选了后的政坛，甚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安中为编译。另外来看这乌克兰赛车的选手赫拉斯科维奇，伊是拍算伫个冬奥比赛迄天呢，来抵这落乌战争受害者都因为偷窥上场。国际奥会是认为讲这是违反规定的，毋过电脑是有稳准伊伫个比赛的期间手骨来甲乌色的标志。乌克兰赛车选手赫拉斯科维奇对国际奥会规定是哪来哪上去，也甲批评的声音放大。伊表示要伫12比赛时，伫这场因为俄乌战争受害者头上的头盔上场。国际奥会表示，这个行为违反禁止利用赛场政治表态的规定。I believe they deserve to be here today with me, and also they deserve to be with me in a competition day. So you will try to wear the helmet again, correct? Yeah. If I see betrays this athlete, I will not betray them. 赫拉斯科维奇这头盔顶的这个人物，拢是伫2022俄乌战争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正前乌克兰赛车选手舒马哈嘛伫手笼顶钉出纪念毋是违规的字，并以第20名完赛。亲像咧挑战国际奥会相关禁令，赫拉斯科维奇的头盔事件消息传开了后，国际奥会维持禁令，毋过破例，互伊伫比赛期间派乌色的手杖。What did you make of the suggestion you should wear a black armb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AFC don't have so much black bands to honor all the athletes who was fallen in this war. 乌克兰代表队已经就头盔禁令提出申诉，赫拉斯科维奇的举动得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支持。泽伦斯基阁批评国际奥会反背这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虽然规定是伫比赛当中禁止任何政治性的动作，不过选手会当伫记者会也是社群媒体顶头发表个人的见解。国际奥会表示会当理解赫拉斯科维奇的愿望，而且伊嘛已经伫练习的时，阁有社群媒体顶头安尼做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行政院是来提出1.25兆国防特别条例，毋过目前咧，犹阁无一个进度。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这预算若准无过，除了是有可能互台美之间这贸易的变卦，而且关键的武器这交换嘛会去牵着。针对着在野要互军人齐头式来加薪，这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除了有可能危险，也欠这专业的考虑。去年11月，就送到立法院的行政院办8年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在野党真侪届到当也未付费审查。总统赖清德11日开记者会，除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还有三军的司令也真罕见做伙出席，佮再向国会发声，预算一定唔通过，向件互台湾拨出去美方的优先名单，佮延迟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稳定台海现状。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继续扩大，印太区许个国家今年拢增加国防预算，包含日本1.8兆、韩国1.4兆，菲律宾也咧增加，台湾也袂当急放放。不过针对这个，这支市政府先唔依法编列军人加薪水的预算，唔照顾军人，赖总统严正声明是错误的连结。齐头式的大幅调升单一的勤务加级的数额，没有办法合理的反映国军各项勤务专业特性，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诱因，
吸引官兵至勤务繁重的单位。除了其台国会伫过年了后开议，关键甲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又有行政院办的国防特别条例实质审议。过年了后，总统赖清德也邀请5院院长做伙开讲啉茶。时到今日当面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赖总统表示未特别去强调什么款的任务，不过希望朝野甲误解化作理解，甲分歧化作团结。记者综合报道。看到美国即马是协助台湾要来强化防卫能力，而且同意多项军事项目。也毋过呢，咱在野党已经连续10届甲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甲动落来，而且拿病赢对这总统的警告呢是拢无咧甲信到。民众党团甚至佫讲要大声来审因党内所提出来的版本。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威胁台海安全，美国已经弹头甲拖式飞弹、标称反甲飞弹、M109A7 自走炮等等3大军事案，未予咱台湾。不过在野党甲国防特别条例动力无法度送审，军事案面临破局的风险。总统赖清德亲身出马，讲到预算无通过，可能予台湾跋落去优先的名单。互在野党批评赖总统无在听立委代表的民意，佮无愿意去立法院报告。在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罗列了所有军购项目，所以是谁在赶国防预算，国防部能够来赶快准备报告。五人强调，美国的军售交会演前，嘛批评政府无编列军人加薪预算，互兵力不足、训练无到位，这压力最后拢会转转去人民的身上。陈清良强调，无党国防预算，党团有家己提出特别条例草案，爱立赢，立法院开机就来审。向国际社会来传达台湾的执政党、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袖在乎台湾的安全防护。也那去年底，中共为大军演，互国际谴责。英国金融时报也出，中国歼16甲咱 F-16V 起魔空，包括抗日演弹、军队伫 F-16V 后壁，还佫有美伫轰6颗轰炸机下骹闪雷弹追踪。也那歼16，互咱台湾掌握了后，佫特别点击北的飞弹，态度是有够恶质。咬住敌方的这个机尾。那就是准备开火的用意了，紧贴大型军机的下方，这样企图在雷达上只看到一个光点，那接着就会进行这所谓的战术突袭，所幸都被国军给破解了。学者分析，新上任的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负责对台湾作战，利用军演采取激进战术，向习近平点中心。不过，为着防范强军犯台，美国众议院伫咧初九阿德城通过保护台湾法案，要求若是美国判定中国行动威胁台湾安全，美国就会用国际金融手段来抵制。记者综合报道。洪都拉斯的新总统阿斯夫拉伊捌讲过，要甲台湾来恢复邦交的关系。即马因的副总统呢是表示讲，这会慢慢来推动。也那咱外交部是来强调，会伫平等甲互惠的原则之下，推动台洪之间这关系发展。或者是来分析讲，这台洪的关系呢，就爱看这美国到底是安怎反应，还是是有通带动拉丁美洲甲台湾的互动。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1月底正式就职，因为竞选时要发出要甲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受到注意。即马韩国新任副总统梅西亚表态恢复台韩外交关系，也是一步一步推动的过程。技术团队当咧审视顶一任政府甲中国签署的16项协议，希望协助总统阿斯夫拉做出最后决定。将秉持一贯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态度，在总和外交及荣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学者严金星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敢是会照着关税，非法移民等议题来施压韩国，甚至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甲台湾建立恢复外交关系，也是关键。除了韩国，也会当观察同款已经甲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未来动向。其实，美洲国家经着中国压力，有望继续拓展甲台湾的关系。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
表刘总统回述人，去年5日空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展现双方邦谊，而且几摆伫国际上展现友台立场。也毋过，即马美国国务院点名表刘参议长包豪康收乌西钱，替中国政府企业甲犯罪集团宣传，对美国伫北流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就包豪康第一制裁名单被当入境美国。商人在这些国家合法经营，然后呢发生了一些冲突矛盾的时候，北京会要求说，我们需要跟你讨论这些，那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建交，我觉得是有可能。下届真会议，先有北流马绍尔群岛等台湾友邦，位伫第二岛链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成做最近几年美中竞争友外焦点。爱说离中国先透过民间弹出善意，佮慢慢冲击友邦甲台湾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高金素梅呢是牵涉到诈领助理费等3个案件，北检是来约谈17个人，甲经办公室省长的主任甲升压。也那其他的人有的是请回，有的是10万至50万来交保。另外呢，高金素梅伊本人是因为身体无爽快，互检方限制出境出海了后，已经先去挂急诊啊。表情看了真忝。法警甲斗话咧，不当这立委高金素梅打红移送北检复讯，都因为身体无爽快，暂停精神。是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吗？紧急就医了后，伫病院点几点钟，病院的警卫讲早起已经出院。北检虽然无完成审问，不过已经甲高金素梅限制出境出海，后续会以身体恢复的情形，另外找日子审问。北检这波行动调查高金素梅3大案件，防指控以人头诈领助理费，非法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冠快筛试剂，透过台湾原住民都族群文化交流协会，拿像加保经费、诈领补助费，车集所在30个所在，原底按算要约谈18个人，不过有一个人互带回去进前，身体就有各样，实际到案敢若高金素梅等17个人。经过检方透明复讯，敢若有高金素梅的前办公室省长的主任洪胜阿禁见，其他亲像是现任的办公室主任、甲进前的助理，还佫有歌手马斯卡因看手等人，分别是10万块至50万交保，并当甲花东3个议员陈正忠、外秋丽甲甘地良是请回。好像为了之前疫苗的事也被约谈。根据宪法的征收条文规定，除非立委是现行犯，若无伫咧会期当中，无经过立法院的许可，袂当逮捕或者是拘禁。若是后续未临收押，法院伫咧裁定羁押进前，嘛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这一届会期已经有几个立委去用调查起诉，包括民进党的林怡金涉嫌诈领1400多万的助理费，同款民进党的林大华嘛加入去诈领助理费的官司。那国民党的陈天才是互指控收乌西钱，协助业者甲行政单位施压，这案件拢当咧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好在过年时啊，高铁的人呢是安尼吵。今年高铁是头届推出这自由座等待时间的灯号，以青、黄的甲红的来提醒旅客排队时间的长短。过年费用爱赶紧，伫高铁的月台，常当看到自由座的人客排甲落长。我人到底有偌多，爱排偌久？今年唔免搁紧张学白药。春节连假疏运期间，高铁推出了自由座等候的灯号预估功能，以20分钟为1级，共分为了5级，还有绿色、黄色、红色3种颜色的灯号提醒。高铁过年的营运总共11天加395班次，拢总有2162班次载客服务。到拜三早起8点。对予做定位的人有121万外人，自由座的部分，旅客会当用过高铁官网 App， 还是 LINE Today 生活频道，事先掌握各站排队的状况。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到现场才会知道说人流的状况，对。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所以直接看会比较方便一点。我都是常常会到站的时候才赶快要冲进去买票。高铁讲，这套系统是运用将近20年的大数据，结合 AI 预测的模型，提供各站自由座有效的等候时间，可以看即时的状况，随时调整灯号的设置，会当让旅客快速判断人多也少。一个绿灯的话，那表示说自由座候车的时间呢会在20分钟以内。那2个黄灯的话，时间会落在20到40分钟。那以此类推，5个红灯的话，那自由座等候时间会在80分钟以上。照高铁有讲。人上侪时段是伫过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落南的车次，甲休假日上北的车次，初2到初4嘛拢有双向旅游的人阵。
高调呼吁旅客爱利用政府的资讯，闪开人多的时段，让回乡甲旅游的行程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邦山乡呢，有科技产业的头家是事业有成回归故乡，已经是第4届伫过年进前分予全乡里，一个人一个大红包。来，伊的是3个哈，啊，你搁点一个。民众一透早正行到嘉禾福德宫欢喜领红包，因为有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伫邦山嘉禾社区出事，为着回馈家己的故乡，对疫情时期就开始逐年过年前分红包，今年是第4摆。那你这一包是多少钱？我3000哦，嘉禾是一个3000，其他的是每人1000，只有嘉禾，因为他是嘉禾出身的。我嘛是姓陈。你这拢我的祖先的地啦，真的。董事长陈朝旺是科技公司头家，因为伫疫情时间生意袂歹，想要帮助在地乡亲，互大家会当过一个好年，就委托邦山乡公所加入社区居民领1000块，嘉禾社区居民3000块，今年总共发690万互乡亲。而且读册培养大汉，所以讲诶事业有成啦，爱回馈乡里啊。头一年是我伫阮嘉禾社区每一户2万，第2年我邦山乡嘉禾社区3000，其他的社区是一个人1000。卖这人表示足欢喜有这么好的头家愿意做善事，造福在地居民，实在是邦山之光。接续明仔载会伫邦山乡公所分13伫凤港老人中心，地方乡亲人拢有举。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中的火力发电厂的烧土炭已经有30多冬的时间啊，影响到环境，也影响到健康。今仔日这中部的医师甲民众呢是开记者会，希望台电会当伫咧春节期间暂停烧土炭，互人过一个好年。雾蒙蒙一片，台中火力发电厂长期互人讲是中部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秋冬季扇东北季风，空气品质常常拢是干焦式的灯号。由中部的医生、当地人组成的民间团体拜三出面开记者会，呼吁台电尚无伫春节期间，互中火会当暂停烧土炭。台北地区很多都会回中南部过年嘛，你就一直烧，一直让他们，回去也不能好好的过一个年，那让空气灰蒙蒙的。那小时候看的这个青山绿水，现在常常看不到了。我们是不是有个春节蓝？款团也指出，当初前总统蔡英文有承诺伫2025年达成台湾烧土炭比例降到27%的目标，不过到今也是有35.8%的比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目前1/4的生活更一百第4的案例，源头是空气污染。也有医生表示，空气污染也会增加儿童哮喘的风险。它本身是小颗，是对我们那个小孩子的呼吸道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么小的微粒，它吸进去就会反应，造成我们的呼吸道的过敏气喘。款团和中部民众表示，因这届到行政院头前诉求，不过拢无得到回应。这届希望政府会当伫咧过年期间完成因的春节愿望。也若台电敢会配合春节天气，台电无正面回应，敢若讲目前空污含烧土炭的量拢有减少，预估伫2034年底进前会当达成无烧土炭发电的目标。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标了东落的公墓呢，最近是直直互人甲氮废弃物害这水头呢有上千尾鱼仔全安尼死去。地方是认为这环境恐惊已经受到威胁啊。那台中丰原的冷鼻仔溪呢，这溪水竟然是蓝的。环保局已经介入调查，要来找出污染的源头。公墓边仔草坡内环境废弃物甲生活粪扫积满满，苗栗东螺乡第一公墓1月底互偷拼，通报乡公所清洁队才拄清了，这个月初早搁互定废弃物，当地乡代发现随通报环保局。很无奈，因为1月21号我们才发现有2堆废弃物，那时候环保局是判定是属于家庭自业废弃物，所以移交给公所清理队处理。那清理队才处理完不到2周，结果昨天我们经过的时候发现又被倒了那个营建废弃物。另外，东螺乡灌溉水源东河圳下游，初步出现上千尾的鱼尸，乡代烦恼的污染，环境危险哪来哪严重？苗栗县政府表示，东河圳顶游并无工厂，采集水样 pH 7.1落伫中性范围，游泳量偏低。但金属采样化验当中，要确认敢是有污染性的废水排入，若公墓防弹废弃物，后续会请警方调阅边仔敢是去将行为人依废清法移送法办。环保局会同警方完成现场稽查。
后续将请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行为人后移送地检署依废弃物清理法就办。台中也传出水污染事件，丰原区丰里桥脚的软鼻仔溪车早有民代通报溪水变蓝色，质疑有人偷排废水。台中市府派员到场稽查，发现是附近一间清洁剂工厂所做。员工在清洁的时候整理都不慎，将蓝色的水性液体流出来。这个行为涉及水污染防治法30条，会处3万到300万罚款。环保局表示，工厂业者领有都留许可，最近准备要刷场。员工伫咧洗桶仔时，无细力将垃圾水性适料的废水排出，初步化验溪水水质甲重金属拢无问题。后续以水污法第30条开罚3万到3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柑仔兰桥改建的工程已经通过审查，希望在2029年就会当通车。也毋过，这项工程是牵涉到南洋溪口的落马地，公路局有承诺会调整这施工的方式来降低生态影响。宜兰县柑仔兰桥桥龄超过40多年，底部甲河床正瓦劲，大概风台大水后就爱封桥，地方争取桥梁改建已经真侪年啊。反正经用爱赶紧处理，因为桥骹。沙已经淤积到桥墩的1/3啦。经过公路局评估，认定防洪管道无够，桥梁载重、耐洪、耐地动的能力拢无符合规定，决定要开27亿改建。行政院到现场勘查，通过工程基本设计，要拼6月进前发包，2019年完工通车。第一个就是防洪高度不足，那这个耐震能力其实也不够，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要去改建，有安全的疑虑，我们还是要去改建。不过，这个工程牵涉到南洋溪口重要的淡地，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的范围，环团关注工程会对小燕鸥生态带来冲击，提出不少建议，包含时间期间应该在小燕鸥探景期开始进行先勘查，甲选择工程土方坑的所在等等，会当邀请水利署、县府、宜兰鸟会以及台团队等等，建议适合的对策。县府嘛提醒公路局应该注意生态冲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提醒一下我们公路局，稍微注意一下，跟当地的居民还有我们一些环保团体，可能要再做一些沟通。我们的建议大概就是说，第一个加强那个监测，到底鸟有什么影响？例如说，今年鸟来的话，该怎么来做避免过度干扰？公路局表示，工程已经办理当地审议，嘛通过环评，会继续和环保团体沟通，配合随时调整工程方式，降低工程对当地生态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甲社会局是来合作成立一个社区的长照机构，整合这专业医疗甲科技的运用等等。毋但是提供老大人一个学习甲复原的空间，也提供照顾者一个休喘的所在。照护员陪老大人伫社区的长照机构活动筋骨，因应超高龄社会，这个所在是北医和台北市社会局合作所成立的创龄社区长照机构，就设伫社区的主体内面。北医董事长表示，虽然面积无大，但是有结合医疗、复健、和医疗照护延伸到社区，提供多元的照顾服务。在里面的所有的人啊，他的生活更有意义，生命更有价值。我相信这个东西才是我们今天整个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支持的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呢，不仅仅是成为我们所有的长者的第二个家，更重要是社会里面非常稳定的一个中间的力量。政府的长照3.0今年启动，也将照顾服务转型做预防失灵。亲像这个伫台北市信义区的长照机构，就把灶骹变成老大人上好的复健教室。透过买菜煮食的过程，训练老大人跟动、甲人交流、手部动作能力。和复健不是医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小规模多机能的临时照顾服务，在我们的北医创有4张我们的夜宿床，能够提供我们的家庭照顾者更弹性的喘息的服务以及空间。长照3.0也强调了我们的医疗跟照顾的整合，长照机构导入了非常多的智慧科技的赋能设施设备。台北市社会局表示，社区型的长照服务提供日时的照顾和陪伴，但是这结合医疗专业甲科技的运用，让老大人会当恢复生活的能力，也会当伫社区自由生活。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下晡晡天气刷落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到明仔载透早，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日时的气温会小可降低，各地早暗嘛会较凉。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